你敢唔敢信？深港用咗幾10年啟過關模式，居然喺2026年徹底推倒重來，成套重新設計。咁多年我哋來來回回深港，永遠都走唔甩排隊、轉車、重複拍證，閒閒地都要半個鐘起步，又煩又攰。但而家全新皇崗口岸正式落成啟用，直接將所有人啟跨境出行體驗推上另一個層次。今日呢條片我會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新皇崗口岸所有核心升級、全新過關規則、隱藏福利、交通配套同未來規劃。睇完你就會完全明白點解呢個被稱為灣區嘅實國之重器啟超級口岸會被業界視為養狗牛大灣區一地貨啟重要推動力。未來奶黃深港到底有幾快、有幾方便、有幾智能？今次全部一次過講晒。首先同大家講一個重磅關宣：2026年7月31日零時，重建升級後，啟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已經正式全面啟用，相關管轄權限、法律條例同後續協議亦都同步正式生效。可能好多朋友只係聽過口岸翻新咗，但完全唔知道今次唔係簡單裝修翻新，而係由法律制度、管轄模式、過關邏輯、硬件設備到交通路網，全部做咗一次全方位顛覆式重構。早喺7月20日，香港已經完成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刊憲，並喺7月31日同步正式生效。即係話香港特區已經對全新皇崗口岸港方區域擁有完整合法管轄權，為新口岸日後常態運作打穩法律基礎。為咗令口岸順利落地同穩定運作，香港立法會更加特別加開會影會會議，加快審議所有相關草案，全程測速處理。而喺7月30日，深港兩地政府亦喺香港正式簽署一地兩檢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呢份協議一簽，就代表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制度正式全面落地，由法律審批到行政交接，由場地使用權到管轄劃分，深港兩地已經完成晒成套流程，基本上所有安排都準備好，就等正式開民迎客。好多人分唔清新舊皇崗口岸最大分別，我簡單直接講，舊皇崗係傳統分流口岸，功能比較混雜，通行效率有限。全新皇崗口岸定位就非常清楚，就係純旅檢超級口岸，主打最高候啟人員通關，直接取消付運功能，將資源集中落旅客過關體驗。睇一組非常誇張嘅數據，新口岸聯檢大樓總正進次去到68.97萬平方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呢個已經唔係普通口岸改規模，而係大型超級重口體級數。對比舊口岸、新口岸，無論規模、承載能力定服務功能，都係跨級數提升。成棟大樓採用地上5層、地下4層啟立體分層設計，每層功能都劃分得清清楚楚，互不干擾，真正做到人車分流、出入境分流、過境同非過境分流，直接解決舊口岸人流混雜、動線混亂同成日塞住嘅問題。我逐層同大家拆解，等大家之後過關唔好行錯。地上1樓同3樓專門做車輛出入境查驗，所有私家車、跨境巴士都集中喺呢2層過關。地上4樓同5樓就係核心旅客出入境大堂，普通旅客過關、查驗、通行都喺呢2層完成。地上2樓就係港方非過境交通接駁層，主要服務本地接駁車流同人流。再睇地下4層，分工一樣好仔細。地庫1層喺深圳方飛過境交通接駁區，專門接駁內地本地交通。地庫2層係巨大交通核心接駁層，可以直通深圳地鐵，做到唔使出地面直接轉乘。地庫3層同4層全部規劃做大型停車場，解決以前口岸泊車難、泊車亂啟問題。目前成座聯檢大樓啟主體工程、土建裝修同室內配套設施基本上都已經完成，各種查驗設備同智能系統正同步安裝同調試，整體工程已經去到最後收尾階段。成棟大樓高大約60米，外牆用咗流線型曲面設計，整體剪接大氣，又有好強科技感。官方室嘅理念係灣區嘅實國之重器，呢個定位一啲都唔誇張，因為呢個口岸唔單止服務深港兩地市民，仲會成為洋港澳大灣區人員流動、產業聯動同科創合作嘅重要樞紐。好多人關心新口岸起好之後，究竟可唔可以穩定運作，會唔會一開就出問題？呢方面其實深港兩邊早就做好準備。港方口岸區啟用之後，深港雙方會恆常做實備系統聯合調試、搶料層模擬試運行同埋多場景人格演練，盡量將可能出現問題喺正式全面運作之前先揾出嚟處理。香港特區政府更加用咗非常高規格喺測試標準，計劃做超過100項專項測試，涵蓋人流疏導、反恐保安、實備運行、系統反應、人格處理等20個核心範疇。等所有分場測試全部達標之後，仲會同深圳一齊搞一場超過1萬人參與嘅大型聯合壓力測試，真正測試口岸及行程載能力。香港保安局會長鄧炳強亦明確表示，今次新口岸啟測試方案直接參考啟德體育園開幕前啟高規格標準，
會動員大量公務員參與壓力測試，全面認證實地系統同通行動線，解極限程載力，確保正式運作之後安全順暢。大家記住一個重點：新口岸唔會為咗趕時間而倉促開通，必須等粵港兩地政府雙重核驗，確認口岸可以安全、穩定、順暢運作之後，先會最終敲定正式開通日期，再向開會公佈。所以大家唔使太擔心，一開波就系統卡住或者失爆。講完基礎硬件，跟住就係所有人最關心嘅核心亮點，亦係新皇崗口岸最大賣點。全新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我先問大家，以前嚟回深港係咪最煩要重複排隊、重複拍證，仲要坐接駁車兜來兜去？正常情況之下，一次完整過關大概要30分鐘，撞正其渣晒人，1個鐘都唔出奇。但而家升波勢，直接將以前一大堆麻煩簡化。新皇崗口岸喺一地兩檢制度之下，將深港兩地查驗單位集中喺同一棟聯檢大樓入面，大家唔使再坐接駁車嚟回落馬洲大橋，亦唔使不停切換兩邊口岸區域，過關時間更加係質變，由原本大約30分鐘壓縮到5分鐘以內，整體通行速度大幅提升。呢個幅度放喺跨境口岸入面都非常突出。最核心改創新就係全新3道門一地火閘機設計。我同大家完整踩一次過關流程，以後去到現場就容易明好多。大家入到自助閘機之後，第一道閘門會先搜集你基本通關資料，你可以選擇下證過關或者直接刷面。北上香港用回鄉證，南下深圳用香港身份證，刷面模式就更加方便，唔使拎任何證件出嚟，直接望鏡頭識別就得。你一完成資料採集，系統就會同步將資料傳去深圳同香港兩邊查驗系統，兩邊同時核對，確認冇問題之後，第一道閘門就會自動打開。去到第二道閘門區域，系統會自動可尋你睇指紋、面容等生物特徵，做精準身份比對。當呢度深港交界閘門打開嗰一刻，你就已經由香港查驗區進入深圳查驗區，全程唔使停低，亦唔使再排第一次隊。最後第3道閘門就由深圳方面做追蹤身份核對，確認冇問題就直接開門，成套出入境手續完成。成個流程非常順，熟手嚟刻最快，甚至唔使1分鐘就可以完成。放喺以前真係好難想象，好多人只見到過關快咗，但其實呢套星火室背後有3個核心價值，而且每一樣都影響好深。第一，真正方便市民，所有人只需要排一次隊就可以一次過完成深港兩邊出入境手續，正式告別重複排隊、重複核驗同來回之庭。第二，更有效運用土地，一地貨查驗模式大幅減少口岸佔地，亦為河套深港科建廠合作區擴容、建設同發展騰出更多土地同空間，幫科創產業落地。第三，打通交通命脈，全新聯檢大樓會深度連接多條軌道交通，進一步打通深港交通連接，大幅提升跨境返工、商務出行同旅遊往來啟接和效率。而且官方已經確認呢套全新通關模式，未來亦會複製去重建後凱沙頭角口岸，即係將來深港兩個重要口岸都會逐步做到一次放行，快速過關，想兼顧效率同人性化。新皇崗口岸今次落咗好多功夫，成套過關視察有明顯升級，配置非常完整。全新口岸一共設有134條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再加68個人工軌位，總通關通道數量由舊口岸84條增加到202條，整體承載力明顯提升。我幫大家整理清楚通道分布，免得到時去錯。雷甲通行街4流入境程同5流離境程，每層各有60條自助通道，30個人工軌位，主要服務乘搭公共交通過境凱雷卡。1樓同3樓車輛查驗程，每層就有7條自助通道，4個人工軌位，專門俾隨車過關雷卡使用，分區清楚，各有各做，減少人車混流同人潮擠塞。自助通道同樣保留2種模式，持證讀卡同免證刷面都支援，配合唔同旅客習慣。呢度要特別提一提，首階段主要開放俾持回鄉證凱香港居民，以及持往來港澳通行證凱內地旅客。年齡方面亦有清楚規定，7歲以上旅客可以用證件過關，14歲以上而且提前完成內地系統登記凱旅客就可以直接刷面無感通關。人工軌位啟佈局都幾實用，沿住口岸邊界線並排實施，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隊，依次向深港兩地查驗人員出示證件，就可以一次過辦好全部手續，唔使再排第2次，再核驗第2次。更加挑心佢係口岸特別設有優先通行通道，主要服務長者、兒童、孕婦同埋行動不便人士。即使追求高效率，都冇留到應有佢人性化安排。除咗通道升級，口岸啟智能查驗系統亦全面更新，大堂配備 CT、X 光等非侵入式智能查驗設備，過程更加高效。衛生檢疫方面亦會實行一檢雙放，結果互認，深港兩邊查驗結果互通，減少重複檢測同重複核驗。仲有一個好實用啟心級，就係新增隨車乘卡專用出入境站，以後坐車過關啟朋友唔使再逼普通旅客大堂，
亦唔使同大批人流一齊排隊，專處專用通道，等候時間自然會短好多。針對新口岸啟用之後，可能出現嘅人流高峰同突發情況，香港特區政府亦提早做好人手安排。鄧炳強表示，新口岸運作初期要預先留有足夠人力，除咗調配有現職公務員，亦會增聘退休人員同臨時合約人員，應付各種高峰同突發情況。講完硬件同過關模式，再睇最硬淨嘅通行量升級，呢個亦係新口岸之前大辦開發展嘅重要利器。舊皇崗口岸設計每日通行量只有4萬隻，平日勉強夠用，假期同週末多人就容易塞。但全新皇崗口岸日常設計每日通行量直接去到20萬隻，將來港鐵北環線支線全線落成之後，每日通行量更加可以提升到30萬隻。大家計一計就知有幾誇張。30萬人次改高峰流量係舊口岸極強容量7倍以上，除咗人流，車流承載力亦大幅提升。新口岸車輛每日平均通關量可以去到15000架次，車輛踩驗亭由原本20個增加到26個。涵蓋私家車同跨境巴士踩驗位置，而且新口岸功能取捨非常清楚，完全取消跨境貨檢實施，專心做24小時純旅檢服務，即係口岸所有設備、人手、動線同資源都集中處理旅客通行，唔再俾貨車同貨運踩驗分佈資源，旅客過關效率同體驗自然會提升，車輛踩驗效率同樣有大升級。全新5合1踩驗模式，經過多次測試，最快1分鐘就可以完成一架車全部踩驗流程，目標就係改善以前跨境車輛可能要排幾個鐘嘅情況。一個超級口岸，除咗過關快、容量大，更重要係交通接駁夠唔夠方便，究竟可唔可以真正無縫專乘？而新皇崗口岸交通接駁方面確實做到非常完整。目前深圳地鐵7號線已經直達皇崗口岸站，口岸地庫2層直接同地鐵7號線無縫連接，大家過完關唔使行出地面，唔使日曬雨淋，直接經地下通道就可以轉搭地鐵，真正將轉乘距離同時間壓到最低。經深圳地鐵7號線，大家可以方便轉乘4號線、10號線、14號線等多條主要路線，快速去到福田、羅湖、南山、寶安等深圳主要地區，市內通勤方便好多。而呢個仲只係強大半配置，未來新皇崗口岸會陸續接駁5條巨大都孔，包括已經通車喺深圳地鐵7號線，規劃中喺20號線、22號線、需關心甚至騎搭，以及香港港鐵北環線支線，形成大型巨大都孔樞紐。特別講下，好多人期待啟水關心城仔前海至皇崗口岸段，而家正全力傾緊，實際時速160公里，預計2026年年底具備通車條件。呢條線一打通，廣州、東莞、深圳、前海同皇崗就會進一步連起來，城仔通勤速度大幅提升。香港方面喺北環線支線會由新田引申去洲頭、河套合作區，最後接入新皇崗口岸，同深圳地鐵同需關心上街銜接。呢條線預計唔遲過2034年同主線同步開通，到時深港兩邊軌道網絡會進一步互聯互通。呢個大型樞紐建成之後，價值唔止係方便過關，新皇崗口岸亦會連接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光明科學城、深圳寶安果之子層等重要區域，關通廣深港口科學性造lan由基建互通、收放人才、流動到產業資源協作，都會進一步推動洋緊牛大灣區一地化發展，形成周邊半小時首行村、1小時產業村。無論跨境首行實作、商務辦公、產業聯動定一場通勤，整體流轉效率都會提高。成日來回深港嘅朋友最頭痛一定係口岸信號差，過關途中斷網、切換網絡卡住。唔少人試過過關趕手機突然冇服務，付款、鎖碼、睇路線、覆工作信息全部受影響。今次新口岸針對呢個老問題，準備咗2套方案：免費全域 WiFi， 再加內地5G 網絡全面覆蓋。可能有人會問，口岸分深港兩邊管轄，通訊法規同營運商制度都唔一樣，要做到全面覆蓋其實唔容易。以前正因為法律限制，內地信號未必可以直接進入港方口岸區域，所以跨區時容易出現信號混亂或者斷線。針對呢個問題，香港特區政府特別推出電信皇崗口岸區牌照豁免令放寬相關安排，容許可歸內地流動通訊營辦商喺皇崗口岸範圍提供5G 網絡服務，而唔需要另外持有香港電信牌照。呢項新安排目的就係改善跨境網絡切換時斷線同信號唔穩定問題，令內地同香港手機卡漫遊切換更加順暢。電子通關、流動支付、網上辦公、即時導航等功能都可以一路使用。例如聯通等主要營運商已經喺皇崗口岸設立固定樞紐、駐點服務同全域覆蓋網絡，口岸專用網絡信號強度提升20分貝，漫遊切換延遲降低93%。目標就係做到接近無感切換。如果大家唔想用流動數據，口岸亦提供免費公共 WiFi， 覆蓋出永靖大堂等公共區域。WiFi 名稱係 HGW WiFi， 密碼123456788，
完成手機短信認證之後就可以連線，全程免費使用，減少過關途中冇網絡啟麻煩。跟住再講一個非常實用，對旅客最直接啟心級，就係向一張證件走全程方向簡化。以前乃為深港，大家通常要隨身帶2張證件，香港出關拍身份證，深圳入關拍回鄉證，中間仲要轉乘黃巴，乃為不停拎證件出嚟，的確幾麻煩。亦有人試過唔記得帶或者遺失證件，升摸石落地之後，路程會大幅簡化。香港保安在局長鄧炳強處長，新好運過關規則會簡化，旅客過關只需要出示目的地一方所需證件，一次核驗，全程通行。簡單講，香港居民北上深圳，只需要出示回鄉證；由深圳返香港，就只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證，全程一張證排一次隊，一次過完成兩地出入境程序，唔使再重複拎證件、重複核驗或者轉乘接駁巴士。呢套模式唔係短期試驗，而係參考內地同澳門成熟通關安排。落地之後會作為正式標準長期運作。我再幫大家完整重溫一次最簡過關流程。香港市民北上可以拍回鄉證或者提前登機之後刷面。第一道閘機收集資料，兩邊同步核驗。第二道閘機採集生物特徵，完成香港出境。第三道閘機完成深圳入境，成個流程就完成。返香港就拍香港身份證，同樣用一套簡化流程。以前大概要半個鐘啟流程，而家最快可以大幅縮短。以前要雙證在手，之後就向一證通行方向簡化。呢套方便旅客啟模式之後，亦會逐步復職去重建後啟沙頭角口岸。未來深港主要口岸啟過關標準會更加一致。最後講下，好多人容易忽略，但實際體驗界身非常大啟，形聲拍殺機。唔少人形容新皇崗口岸唔止一個過關樞紐，整體感覺更加似一個大型城市綜合核。傳統口岸好多都係平面攤開設計，佔地大，土地利用率低，而且動線又容易混亂同擠塞。新口岸就用垂直地搭高度複合啟煞機，將功能向上向下整合，咁樣既可以幾省土地，同時亦做到人車分流，出入境人流分開。成棟大樓是有個8部新近機同扶手電梯，全面覆蓋垂直交通。無論你喺邊一層、邊一個區域，都比較容易揾到新近機或者扶手電梯，減少長距離步行同兜路。我幫大家整理咗最常用嘅旅客動線，可能只記低。如果搭巴士或者小巴去到好眼，會喺2樓公共運輸交匯處落車，之後直接搭新近機去5樓離境大堂完成過關手續，再搭新近機去地下3層接駁深圳地鐵，全程基本都喺室內完成，唔使曬住行，亦唔怕落雨。內部環境亦一改傳統口岸比較冰冷嘅感覺，以往好多口岸都係冷式水泥風，趕急擠迫，氣氛比較硬。新口岸就用暖色做主調，大量採用淺暖凍石、米色岩板、木紋牆面等材質，整體感覺溫暖舒服好多。5樓出入境大堂設計更加有特色，天花裝咗以深圳市花蜜杜鵑為靈感蓋大型藝術裝置，再配合85個大型採光天井，引入大量自然光，令室內更加通透開揚。整體規模同質感接近大型國際機場啟出入境大堂，交通接駁配套亦做得相當完整。2樓公共運輸交匯處參考深圳灣口岸模式，專營巴士、專線小巴、市區的士、跨境巴士都可以直接去到大樓，減少長距離轉車。香港運輸署規劃咗7條專營巴士路線，包括3條人身路線同4條全新路線，路線覆蓋小西灣、葵涌、啟德、烏溪沙、屯門等地區，其中仲有通宵行駛喺 N73 路線，方便夜晚跨境返工同出行嘅旅客。另外亦有6條專線小巴路線，人身道口岸覆蓋元朗、屯門、天水圍等新界主要地區，24要塞跨境巴士服務亦會繼續保留。再配合一地兩檢新模式，取消以前往返落馬洲、大橋、啟皇巴接駁路程，過往排長龍、轉車多、周轉時間長啟情況，會逐步俾更加直接、鳥長啟過關流程取代。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已經明白點解新皇崗口岸會被稱為灣區超級樞紐、國之重器。佢唔只係一次簡單翻新，而係深港融合大灣區一帶河入面一個重要節點，由法律制度完善到管轄權落實，由過關模式從高到硬件設備全面升級，再由交通網絡打通到網絡服務覆蓋，由通行策略提升到人生化體驗。新皇崗口岸其實係一次過針對跨境出行多個長期痛點做全面改善。未來隨住多條軌道同神街上路陸續落成，呢度有機會成為大灣區人流、科創流同產業流喺重要樞紐，繼續推動深港市場發展，加快大灣區融合。睇完呢條片，相信你已經大致掌握新皇崗口岸主要升級同過關新安排。如果你覺得呢啲資料有用，記得俾個 like、收藏同分享俾成日來訪深港嘅朋友，等更多人可以提早了解最新過關安排，
少行冤枉路。亦都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最期待新口岸邊一項升級，或者分享下你以前最深刻解跨境過關經歷。最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我會繼續同大家更新深港最新政策、大灣區重點消息同實用出行資訊。我哋下條片再見。